1814全国语文竞赛台湾汉语朗读文章高中学生组施彦强编号1号齐翻成录音7家太子家林百英演作几三人是乜嘅人士？因為電視當日有假新聞，因為有很多人搶佢簽名，又因為有很多人聽佢演講，咁係那出天陽嘅名聲，還係那個有名嘅歌聲，也係那種職業運動嘅球聲，全唔係。佢係一間當有名嘅公司嘅執行長，佢來台灣老大家分享人工智慧嘅發展，同時間還有當到其他創業晶片公司嘅執行長，也來到台北參加亞擺嘅電腦展。樣板佢哋會當工對外國來到台灣咯，當然有佢哋嘅理由啊。這就是台灣有全世界最先進、最完整嘅晶片製造系統。第四個晶片分工系統制度，台灣最強嘅部分係晶片製造，差唔多最新世界嘅晶片全部都交本台灣來生產。現代晶片嘅發展係越做越有功能。越來越強，晶片製造公司必須愛開發新嘅製造技術，接上愛投資大量嘅資金，適合幾下百甚至幾下千沙來做研究。就是講，愛大自家為共同嘅目標來達標，將有法度做到。也老單槍一四7家13人3忙去做。有動態嘅檢查。故說有名嘅晶片公司執行長唔會將強調這家公司產品嘅成功天天，還會記得什麼好得有台灣安站到，按有記憶嘅晶片生產團隊來幫聽。見擺上下班時間，上到嘅安多啲科學園區來嘻嘻嘅人。超啲希望大自家嘅努力，台灣因為有很好嘅晶片製造能力，因為很受到國際嘅肯定。雖然晶片嘅用量近來近大，很多年來，幾多年代係客家人耕種嘅山拿田丘，已經變做電子廠老大樓。想看一下。頭累累嘅做世嘅農家人來試驗自家嘅裝備，就無按改。唔過，一種自家人分，頭累累老事情做好，堅毅嘅精神，對農業時代變到自信時代後，並無失態。就像人，咩唔是離開過原來嘅所在，還係日隔夜。繼續留到廠房地度，也到老台灣合作嘅晶片公司執行長，因為人哋堅毅嘅傳統，就係台灣晶片製造嘅成功基礎。現代工業產品已經無法度離開晶片咧。台灣嘅晶片公司也去到美國、日本、德國等等先進國家設廠。人哋嘅工程師也就等等去到世界各地，大自家老晶片製造技術傳揚出去嘅時節，每本人更加有機會，做得來感受到台灣人自家嘅堅毅精神。